拄好2020年5月30日西教会主日礼拜，咱伫今日要读的圣经是利未记23章1到3节，圣诗是21首、173首、402首，课文第21篇。圣诗甲课文，请咱家己来看。咱做来听较上帝话，记载伫利未记23章1到3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甲伊讲，耶和华的祭旗，恁所着宣布做圣会的，以下这个就是我的祭旗。那日着做工，第7日是大黑暗休日，着做圣会。恁一切的工拢毋通做，伫恁一切徛起的所在，这是做耶和华的圣日。以上愿主就咱所听读的话，咱做伙来祈祷。谢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伫这个新的主日通敬拜甲服侍。虽然阮袂当做伙组织，总是阮有缘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做礼拜。愿你也保守看顾伫阮的中一兄弟，无论伫厝内，还是伫你平安的所在，伫即时做伙做礼拜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愿你会听，也甲因做伙同在。我嘛感谢你，也伫即个梅雨季，也少少伫逐所在来着雨水互阮通来使用，愿你也看顾，互较济的雨水也着伫阮的遮个水源地的所在来供给互遮个水库的水也会当满通使用。阮伫你面前，求你的圣神也降落你恩典的雨伫阮逐人的心田，互阮腰喙焦羡慕你的心灵，搁一摆来得到指喙焦，阮献上基督耶稣的名，阿免。早起咱做伙来思考的是上帝的祭旗，上帝的祭旗也是圣会。有兄弟大家平安，欢迎你做伙伫这个线顶来守主日礼拜。这是咱第2摆伫线顶守主的主日做礼拜。咱透过影片来听讲道，虽然感觉这介无方便，也介无自然，不过咱感谢上帝。圣经有教是咱凡事感谢，凡事感谢包括伫即个武汉肺炎特殊传染病开始变哪紧张，也加真复杂的时刻，咱犹原着感谢上帝，因为第一，上帝互咱虽然面对新的问题，总是透过即个新的挑战，也想出新的机会互咱。面对新的问题，互咱有新的挑战甲机会。新的俗语咧讲，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对着疫苗的发明甲注射，确实会当有效来控制即摆的疫情。目前以色列国因已经诚侪世界头一个毋免挂喙红，也搁伫无偌久咧全面解除生活限制的国家。所以共款，咱只要好好保护咱家己，做好遮一切防疫的措施，咱毋免过头烦恼甲紧张。你甲无偌久了后，咱也当渐渐恢复自由的生活，以及来教会参加实体的礼拜甲聚会。第二，互咱学习新的应变甲技能，互咱学习新的应变甲技能。伫即马咱出门买物件，也是讲去办代志，咱拢感觉讲哪会遮无方便？手机也毋爱随时炸条条，而且爱翕QR code，爱签即个实联单，挂喙红，
酒精、量体温等等。咱的工作也是学生囡仔咧读册，这生活形态大改变，搁受影响。所以，伫这种状况下，咱爱新的适应，甲学习一寡新的技能。即像即摆学校暂时袂当去上课，所以呢，透过上网的方式，老师嘛是咧教课，囡仔嘛是咧上课学习。咱的教会嘛开始使用录影的方式，伫遮上网礼拜甲聚会。当然，即个也增加咱真侪时间甲精神体力，也都要学习侪遮的技术，运用遮的能力来做遮的代志。第三，磨练也考验咱的信心甲信用。磨练佮考验咱的信心甲信用。虽然疫情伫特定期间袂当来到伫教会做礼拜甲聚会的活动，对咱的教会、对咱中志兄弟影响真大。毋过，这也拄好咧检验甲考验咱的信心的心，咱的信用的心智，以及信心操练，成做一个真好实践的机会。安尼，对遮咱通看出讲，咱的信用的热度，到底是做主耶稣基督精炼的饼呢，还是成做无根无底乌合之众？武汉肺炎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真猛烈、真可怕，总是这个病早晚也会受到好的控制，甲消散。咱所需要永远是仰望主、倚靠主、信靠主，因为只有咱的主才是咱伫今生的喜乐，甲永生的盼望。这礼拜咱圣经讲道的进度到伫这个利未记23章，这章主要是咧讲要怎样来遵守上帝所定的节期，就是圣会。咱咧读出来记记23章14、19、17节，咱就读到讲，上帝爱以色列人伫一年中间守3摆的节期来服侍伊。这3摆节期就是度假节、收割节、甲收垦节。以色列人因为出来吉进入迦南地以后，因对半游牧的社会进入到伫农业的社会，所以因后来的生活甲因的宗教的节期，也甲农业的这个耕作的节期有介密切的关系。后来因也发展出更较完整的年月历。这个年月历呢，主要就是依照主要的农作物生产的循环，叫做民事历吼。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照宗教节期所安排的宗教历。这个月份名称，伫以色列人受了以前，甲受了以后，这个月份的名称无共款，也甲咱平时咧用全球的这个阳历，就是讲新历嘛无共款。圣经学者特别帮助咱来做图表画出犹太历大约的算法，这互咱增加了解，也通做好的参考。像遮有一个表，咧讲到着以色列人因的节期吼，搁伊受了前受了后，这个月份的名称甲日期，搁这个用新历来换算是当时吼，甲伫圣经记载主要的经节。这是另外一个表，这个表呢，有标注这个因的宗教历、民事历，搁节期甲新历的对照。利未记23章，伫遮真要紧的讲到着，每一个安息日拢是上主的圣日，每一个安息日拢是上主的圣日。
依照犹太历的月份的顺序呢，因原底有7个节日分布伫即个3大节期的中间。第一个节期就是度假节，伫犹太历的正月；第二个节期伫收割节，就是伫犹太历的3月；第三个节期是收垦节，伫犹太历的7月。后一个大的节期就是度假节期。度假节期有分做三个节。正月14下暗时开始呢，就是搬过节。搬过节也是叫做逾越节。第二个节期就是正月15日开始有8日的时间，称作是度假节。伫正月10日、16日，伫这个度假节的中间，还佫有一个叫做除夕节。正月14日下暗时是因的搬过节，这个就是咧纪念上帝带因出来吉的这个事件。伫正月15日开始的8日呢，伫度假节，以色列人因袂当伫即中间来食任何有发价、有价的物件，因为价有败坏意思。所以将价对食物的中间，甲伊摕掉、除掉，这也表示讲，伫搬过节受上帝救赎了后，咱爱过分别为圣，就是度假圣洁的生活。这是甲也有另外一个真无共款的意义，甲花共款是咧上定生命力，甲也通分别做圣来。奉献予上帝，食做上帝的祭物。伫正月16日就是除夕节，这伫度假节的期间，伫即日呢，以色列人因会带一捆拄熟的即个麦来，予祭司帮因献做摇祭，予因通得到上帝的接纳。第二大的节期就是收割节收割节的节期伫因的犹太历3月，3月初6，也就是搬过节后的第50日，称作是五旬节五旬节嘛称作是77节，也是收割节。这是一个充满着欢喜庆祝的节日，因为是拄好收割麦完成工作告一段落，嘛是奉献初七果子的时。透过安尼表示对上帝的感谢。上帝赏赐，互因来到伫即个老冷甲密的地，互因也伫遮得到丰收甲富足。第三个大的节期就是收垦节期，这伫犹太历的7月。7月初1。叫做分扫角节，分扫角节就是即个吹角节吹角节安尼。伫即日呢，因爱伫全国来分扫角，然后举行盛会，就是大的聚会。伫即个中间呢，因爱宣读摩西五经，就是对创世纪、创世纪出来记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这5本，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后来，当以色列人因受了回归了后呢，因就甲7月初1分扫角节，甲这一天定做是因的过年。7月初10是赎罪日，赎罪日这日子呢，是因伫一年中间上界重要，也是上界大宗教的圣日。伫一年的中间，也只有伫这一天，大祭司才通入去到伫会幕，也是圣殿的至圣所来献祭。那伫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人因也着爱刻苦家己的心，就是用敬者来刻苦家己。第三大的节期就是收垦节期
收庆节期伫即个犹太历的7月15，小年煞七天一礼拜久，称作是大寮仔节吼。大寮仔节中文是祝棚节，即个嘛是收庆节，也是讲收宗节。伫收庆节，因爱上圣殿来敬拜，而即个时节也拄好是一年农作物收成完毕，是工作休困的期间。因爱收集这水较好的果子，也着爱将这个樟树、柳树甲其他奇好茂盛的树枝摕来搭一个简单的料仔，带伫迄内面，然后伫上帝面前欢喜快乐，也用安尼来纪念上帝带因出来去，因也捌带伫草料仔。利未记23章的重点甲教示头一项，咧甲因讲着讲，信仰甲生活是分袂开吼，是讲生活甲信仰这是袂当分开的。当以色列人因后来进入伫迦南地过农业生活以后，伫因主要的农作物麦仔、粗色、收割、收垦的做期呢，借着守这个宗教节日来纪念，也庆祝上帝的恩典甲恩惠。伫生活感受着上帝的救赎甲祝福，也伫宗教节期用敬虔的信仰见证上帝伟大甲恩慈。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也应该伫咱的生活中间看到上帝对咱的保守。对咱的看顾甲引带的作为，也伫咱的礼拜、伫教会共同聚会中间，咱做伙高举主的圣名，咱也着带礼物甲奉献来敬拜、祷告、感谢主。第二，才咧讲着讲，咱来守安息日吼，即摆咱是用主日来服侍主，用守安息主日来服侍主，每一个安息日拢是上主的圣日。若即着做工第7日时段安息日，着做圣会。因为第23章第30讲，若即着做工第7日时段的安息日，着做圣会。恁一切工拢毋通做，伫恁一切徛起的所在，这是做耶和华的圣日。安息日内省是属于上帝，然后才是属于人的。先属于上帝，因为这是分别做圣，是属于上帝的圣日。然后安息日属于人，因为这是上帝互人通对工作中间得到分别休困，也通脱离劳苦重担，得到喜乐。要做圣会，这意思就讲。咱甲同信的群体，咱主内兄弟姊妹一连正做教会，做伙服侍来敬拜上帝。第三，咱若无闲，咱也需要守安息，参与伫礼拜。若无闲，需要守安息，参与礼拜。上帝规定以色列人要伫拄假节吼，就是麦仔、粗色这个时阵，伫收割期也伫收垦期，拢是伫农忙期的中间来举行宗教性的做期的聚会的活动。这互以色列人通透过安尼不断操练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就是信靠上帝、交托上帝、仰望上帝。信心是倚靠上帝，信心毋是倚靠人甲家己。信心是仰望上帝，毋是看环境，也是看天在食饭。信心是爱交托上帝，毋是交托互偶像，也是官府。这嘛是在提醒咱，伫咱人生的道路，咱并毋是讲为着事业、为着家庭、为着生活
所以就不断冲，咱也需要停看听，咱来停脚来做礼拜，守主的安息日。咱来看上帝话语，也爱看上帝伊的作为。咱就听当圣神对咱的教示，以及对咱的引带。各位来讲，上帝做期是上帝赏赐，互人通欢喜快乐来服侍敬拜上帝。透过安息日甲做期来表达咱对上帝感谢、乐甲奉献，是咱做伙组织礼拜一段日子。咱若掠上帝做至圣至大，自然咱也会用欢喜的心，期待每一个圣的安息日做这个礼拜的聚会。咱做伙来祈祷，来主，感谢你，阮通伫这礼拜透过圣经节的中间知影你疼阮，有阮通伫六日工作。总是也通伫安息的主日分别做圣敬拜服侍。阮伫主日、圣日、安息日更新得到体力的恢复，以及生命更新的记录。阮恳求主赏赐帮助阮，有阮也通伫生活中间来经验主你的丰盛、你的恩典甲慈爱。也当阮伫信仰的实践的中间，有阮做伙来见证传扬主你的圣尊名甲奇妙的福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做伙来领受祝祷。上帝会行做活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你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你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